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这几天有一条代志，历史着全台湾人拢在关心。会外的囡仔等待收养，刷起用虐待，死了3个月才有媒体知。敢是每一个步骤拢爱斟酌，就被大家踢骹球踢出下一个遗憾，佮走出来。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研發組組長李定興。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家福基金會社會資料處、社會資源處的處長林秀鳳。主持人好，大家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空營大學嬰幼兒保育學系助理教授陳慧玲。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鬥陣來關心，到底這個新聞案件安怎來的？來龍去脈是如何？在新北市，一個會外的囡仔透過兒福聯名來介紹，轉去到台北的義母來照顧，煞去用虐待來死。衛福部在今仔日專案會議當中，要求兒福聯名愛暫停來收，甚至要送去飼養的囡仔呢，攏愛停止。未準啊講啊，未來袂使來互因來飼養。那麼另外，地方政府以後這個過程攏愛介入，義母的資格嘛愛有嚴格的規範。最近一個查甫囡仔佇咧等待出養的期間，敢若是予義母虐待到死。地政人士證實，這個查甫囡仔本來是外媽佇咧飼，不過因為經濟條件無好，只好送人出養。因為阿媽她實在沒有經濟能力可以再負擔這個小孩，所以她早早就有想要這麼做。台灣每年平均有2200位以上的囡仔需要寄養家庭，不過出養的服務自接案到裁定流程平均要經過1年半。在過程中需要甲出養人，也就是囡仔的原生家庭一直聯絡。若是聯絡袂到，出養的程序就無法度繼續。就算原本的原生家庭有這個意願，不過台灣目前只敢若1500萬的寄養家庭是無夠。我覺得當記家不能單打獨鬥，全家人都要有那個向心力。在一個難關的時候，你會想到這一小孩，你會想說，我們這個難關也不算什麼。收養家庭無夠以外，還有60成的收養家庭照顧者年紀攏超過50歲。台北市長蔣萬安希望中共會當做到高風險離校專職醫師的制度，同時還建立共訪機制。未來我們很希望能夠有一個共訪機制，比如說，如果這一次有一個彼此相互通報的機制，讓更多人能夠注意到問題。衛福部第12開專案會議，做出6點的結論。建議未來若是有出養的必要，袂當甲評估、媒合、暫時安置甲收養了的訪視工作，攏交予民間團體執行。出養時陣，也袂當只干那評估家庭的經濟因素。另外就是管理機制，尤其是照顧3歲以下，應該較嚴格規範義母的資格條件。過來就是訪視評率，也個建立無責任的退場機制。另外，愛結合幼兒專職醫師共同來關心。因應這邊兒童被虐待致死的案件，也暫停兒福聯名新收出養個案。發文給兒童福利聯盟，好，我們會要求他要暫停新收出養兒童。那已經還在做媒合程序的縣市政府，也要跟這樣一個收出養的媒合機構，哈，特別是兒福聯盟這邊要通力合作，一定要來加強訪視。至目前，全國總共有8個民間團體是收出養的媒合機構。衛福部強調，未來對於收出養的個案，地方政府公權力愛更加積極的介入，加強訪視，確保囡仔會當佇咧收出養的過程中得到上好的照顧。記者綜合報道。咱睇看到這個新聞段吼，攏講甲真春車吼，愛釋放加強，那麼要加強聯繫，但是問題就是安尼走出來。那麼我實在是近擺，阮咧做這種節目的時陣吼，我就甲阮的團隊講，我咧希望講下一次吼，咱莫過來講這個問題。但是
那会讲一而再再而三，爱来发生这款代志，大大小小啦，轻重情节无共款啦吼。咱先来看这个出养的儿童哦，伊到底是什么时阵发生的呢？2023年的9月1号，伊开始吼，收托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吼，甲家属吼，这个义母甲这个孩童的家属签约。吼，所以大家要注意吼，爱有这个法律的这个相信吼，因哦提供完成出养进程专日托育的服务，吼，再来，你若较敏感的，你就知影讲，这钱谁出的？吼，伊就无在条人啊饲啊，伊这钱谁出的？小等你要来请教专家。第二，9月26号开始，吼，有这个访视的现场，吼。居家托育服务中心，这个到底是什么机构？吼，这小等3位、4位，咱的专家来讲。儿童福祉联盟的社工9月份、10月份、11月份，拢会去访视一摆。那么，至到12月2日，伊社工咧接到义母的通知，讲啊，阮厝里人有人确诊，你歹势，你唔通来。吼，24号。就查讲这个囡仔宣上病院宣告死亡，25号去通报，检察官认定讲，这个儿童虐待呢，吼，但是这至到咱知影，这差不多将近3个月哦。1月9号，这个义母就去用羁押，3月12号，那毋是一个市议员去爆料，而且这个囡仔去火化。这个囡仔病伫殡仪馆3个多月，才去火化，火化了，这葬仪社的人甲因这朋友才出来写，大家才知影。这我要先请教吼，咱的组长吼，咱讲到这个咧，心肝头就酸啦吼。一个囡仔互伊安尼枕头，我咧讲这白色恐怖咧对付飞碟的方式咧，办这个增加，我要先请教讲，这个过程到底，咱安尼读过来，这个过程敢有失觉察，还是讲无咯？你市政府，你应该爱甲这个义盟的这个社工，逐个月拢爱去看，而且譬如讲，这个社工若叫人讲，你就先莫来，咱就莫去吗？嘛有人讲，囡仔叫人拍甲安尼，你若无爱甲烫衫，甲看，到底倒一个环节，恁听起来？以恁的经验，还是讲你听到过去有社工的经验，你感觉倒一个环节是怪怪？好，首先我想要先分享一下，其实因为阮的单位嘛有先接迄个居家托育人员，就是咱俗称的保姆的访视的服务。阮的访视员、工作人员基本上吼，逐当拢爱去阮的居家托育人员因兜，差不多上少爱2届到4届。这是上基本的。我必须来讲，其实吼，访视真正毋是一个简单的代志，因为你踏入去迄个居家托育人员因兜的时阵，你爱看啥？基本上你爱依靠你的迄个经验，大知影你爱看啥？因为一个厝伫遐，你爱看环境，你爱看迄个居家托育人员伊囡仔的心情敢安怎，搁爱关心囡仔的发展安怎。其实伊第一个，伫同一个时间，伊爱阮顶下咧讲的，就是五感全开啦，就是你目睭看到的、鼻仔闻到的、耳孔听到的，甚至你的手搁骹搭到的，其实这拢是咱会当提供咱社工搁有访视员判断的资讯就对啊。咱的工作人员必须爱为遮的资讯内底去判断讲，即个居家托育人员伊敢有危险。咱咧讲。最近大家即几工大家在讨论呢，咱也袂当甲囡仔烫衫，那安尼敢有法度，敢有办法会当观察到，即个囡仔敢有受到虐待，还是敢有互拍？其实以阮的经验来讲，你无一定爱甲囡仔衫烫掉，因为讲真实的啦，你因为居家托育，因为大家北上伊都毋是验血哥，嘿啊，讲真实的，其实阮嘛袂安尼做，毋过阮的社工会安怎做？阮的社工会甲囡仔互动，就是你会甲伊耍，会甲伊讲话，伊甲伊检查，要安怎检查？就像譬如讲，咱会当经选迄个保姆在帮囡仔换尿珠的时阵，伊若咧换尿珠是毋是爱烫衫、爱烫裤？
啊，迄个时阵伊咧甲换尿珠仔的时阵，你就会使甲伊观察伊的身躯敢有一寡异状。吼，啊，刷落来，其实囡仔受伤的所在，有可能是伫伊的手、伊的骹，甚至伊的面。那囡仔有伫伊的迄个手的内侧有受伤，还是讲伊的头啊个面有受伤，这就算过较敏感的迄个儿虐的警讯，啊，阮的社工就会特别警铃大作。嘿，所以其实讲社工若有经验，伊的经验若济，其实我先爱甲你拍断者，我请教一下吼。恁去做这个访视的时阵，敢有一张表，通来填，讲1、2、3、4，啊安怎，敢有这张表伫？其实吼，我感觉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足关键，因为其实即摆啊，政府并无互阮的工作人员一张表，伊就甲伊讲你预备爱看啥，安尼阮的社工哪知影要看啥？是师傅看师啊？对，无唔对，就是师傅看师啊，就是完全爱靠咱的经验，以及就是阮单位家己有，因为阮知影。新一来的工作人员，佮迄种带足侪档的工作人员，因的能力、因的敏感度其实是无共的。所以，阮后来透过就是大家讨论、交流、经验的交流，阮有做一张表来甲阮的访视人员讲。实际上，恁是有一张表。阮家己有做一张表。你会当甲咱透露者，这张表顶头差不多是写啥物？会使啊，就是我拄则讲的，其实咱一味迄个居家托育人员引导的时阵啊，咱应该来讲啦。我有看过，迄个足少年，毋是足少年，很之前的访视人员，伊写的记录，伊就是记录讲囡仔啉偌济有呢，多少 CC， 啊，伊困偌久，囡仔食啥物，这种对阮来讲，这的资讯介重要无毋对，啊，毋过绝对袂使是全部，因为伊只是一个客观的资讯尔。对阮来讲，啥物上重要？阮的经验甲阮讲，当时囡仔上容易。受伤就是伫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照顾的环节内底，伊的过程当中，囡仔上有可能受伤。譬如来讲，咱袂当干那个问讲保姆互囡仔食啥，咱来问讲你安怎准备，你当时准备，你的食材当时去买，啊，你咧准备的时阵囡仔伫地，因为保姆一定爱定会当看到囡仔嘛，所以咱爱问，咱就爱问甲遮详细大会使。啊，我就问啦。你若无互迄个访视人员遮的工具，你若无甲一个新的社工拄毕业，迄无法度，绝对无法度。嘿，你雄雄叫我去，我嘛毋知，我敢若知影讲。你会讲伫遐，毋知影要看啥，因为你会当观察的面向实在是伤济啊。哦，处长，我相信你应该，人咧讲吼，你这资深着吼，到底这个访视人员社工吼，尤其是社工，咱来看。伊这一个月去一届啦，啊，我所知影讲，一般拢对这个囡仔吼，拢有分级，比如讲，伊是高风险的，还是中度风险的，还是低度风险的。譬如讲，伊可能伊的老爸老母是有食罪，还是有心理还是生理上有啥物代志拢有注记，吼啊，所以去看。这对这种资讯对这个社工敢有帮助，还是讲爱注意什么物件？其实做儿童保护工作哦，这个工作是家扶基金会在台湾第一个将这个概念带来台湾。是。好，我已经做37年啊，从拄开始政府感觉民众嘛好，感觉台湾有虐待儿童这件代志，但是慢慢才有这种概念啊。其实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每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发生。大家有这种共识啊，就是你去要关心附近的人。那刚刚主持人讲的说，其实我社工的访问，其实我有觉得就有没有表格，一种表格哈，表格有主客观的，然后具体的哈啊，有些是你可以用量化的，那有些执行就是你必须透过访问。好，透过观察，有执行的书写，其实都有。那伫阮的工作的手册内底，比如对种儿童虐待的囡仔，拄来家扶，第一礼拜就是高频率的访视跟互动，因为他可能要去做健康检查、身体检查，甚至讲也要去做外伤的治疗，或是转学，或是转环境的适应，添购一些东西。第一个礼拜一定是高密度的接触。再来规定是一个月爱访问2届，访视2次，上无按2届，上无2届，上少爱1届看到囡仔。好，有些妈妈说啊，囡仔都出去啊，爸爸出去啊，一定要至少看到1次啊，1次跟孩子单独在一起，有一个时间是单独跟囡仔，对。那2个月后，如果他觉得这个妈妈
照顾孩子照顾得袂歹，囡仔嘛不稳定，慢慢适应的，我们就会一个月一改。好，中间当然有发生一些状况，会特别要加强那个访视的频率。那除了做固定的访问以外，妈妈嘛会来。寄养妈妈嘛会带囡仔来中心吼，办一寡手续啦，还是来办请一寡物件就上课啊，拢会带囡仔来。其实我们是有尽这机会看到阮的寄养妈妈跟咱孩子的互动。那我们常常跟社工讲，你一定要看到孩子，访视一定看到囡仔。啊，所以处长，伊这儿童福利联名的社工，9月份、10月份、11月份，一个月一摆。咱坦白讲，这有够啊，无够？因为各机构的规定无共款。我不知道啊，这嘛无法令啊，但是无法令咧规定嘛吼。然后我们有这守则，你爱观察什么环境吼，环境的经济啦吼，啊囡仔的居家有安全无？都要零零角角，就是这很多细节，社工员必须到访问去观察家的物件。比如寄养爸爸跟孩子互动啊，寄养妈妈互动，兄弟姐妹互动，那个都可以看出我的孩子在这个家庭有没有得到温暖跟照顾，有没有被完全的接纳。好，那你也可以清楚讲，这个家用家庭妈妈是真正有爱心，还是讲真正是因为要增加家庭的收入。好，比如我以前妈妈抱着妈妈，他们就囡仔去领导哦，因为本来原生家庭妈妈就是一个重度的忧郁症，然后有被害妄想症。他都不给孩子吃东西，哦，根本讲应该就是给人毒死了，所以后来孩子就瘦巴巴的，营养不良，后来我们就给安置到寄养家庭。那后来呢，就几个月后，就是他的阿伯、囡仔阿伯、跟阿公吼、跟阿嬷要来看囡仔，因为妈妈今年唔敢跟妈妈接触，觉得太麻烦了。安置了要来看囡仔，佮跟小香片里面出来囡仔，后来长得白白胖胖。我寄养妈妈说她真的是很瘦，我就买白兰氏鸡精啊，买什么给她补。3个月、4个月后就变得白白胖胖，阿伯忍不住那个小孩。就有些寄养妈妈是很有爱心，是加倍在孩子身上，甚至自己。那其实我必须说，这些受虐孩子来到机构都不是那么好照顾，因为本来原生家庭就不健全，是啊，嘿啊，然后调皮捣蛋，可能有一些偏差行为，或是一些因为过去的家暴家庭，沟通了，对，都会有些很奇怪，你想不出他的，但是就是挑战寄养妈妈的耐性。好，我是受虐儿哦，你不能对我怎样，他加倍的爱心，就是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保姆也好，所以要架起迄个家庭嘛，就爱有技术不对呢。这不仅保姆嘛好，还是讲我的家用妈妈，就是都是个专业人员。所以我们在整个筛选是很严谨的训练。考到一个证照，敢有效？我唔敢安尼讲啦，就是考一个证照安尼，敢有当保障讲，这个囡仔去甲遐袂去用虐待，爱好啊，去用专业对待。这是基本的门槛，但是因爱就是后来爱固定的在职训练。好，譬如说，我的家用家庭每一年都接受我们的在职训练。你今年若无来训练达到时数，我就先暂停，给你安置孩子，把时数补完。我觉得我在婴儿本来就是婴幼儿，你就是必须要确保他的安全，然后可以很稳定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专业部分是要求，等于说他是一个半专业人士。婴儿叮刀，有时候我看不到，是你在照顾的，所以。但是处长。那安尼算起来，伊搁爱回分，啊，搁爱补这个学分，啊，搁安尼一个月3万块，安尼敢有够？其实就是我觉得是无简单呐。其实这我小等下细微，我拢会问一个问题。等我要做堂课，我要带囡仔对不对？对啊，啊，一个社工，我歹势甲你问你即摆薪水偌济？这一个社工，我知影，阮当初拢大学当初人因社工一世人，3万块薪金啊！动害，吼啊，迄个要留掉的，这个工作岗位吼，要做代志，迄个意志坚强才有法度呢。其实要做社工，我都觉得都是有一份理想跟抱负。这吼，咱下一趴再来讲，到底咱的社会是要安怎来对待？讲是用资本主义的方式的机制来甲对待？讲啊，你做好我就你薪水。啊，这个明明唔是拢爱爱心，拢爱安怎？我们首先要来请教着陈老师吼，陈教授，你这项代志咱实在是想袂到，就是
一个会外的囡仔，伊搁较那无毒啦，搁较那伊安怎？你甲用对台迄个电工1号的方式吼，甲增加甲慢起来，这个白色恐怖较厉害呢。对啊。到底迄是什么心理机制？那有一种人啊，这当然毋那是纯粹好奇啊尔，这是咱在生活当中，咱要安怎观察讲，譬如讲，咱要委托这个家庭啊，这个人、这个囡仔、这个年母，这有啥物特质，还是讲平常时其实拢看袂出来？教授。好，我讲台语较袂练紧，嘿，你尽量就好。因为我是客家人呐，没有问题，所以就讲国语哈，大家都包涵一下。刚刚主持人问的嘛，哈，其实很多人想要从事保姆这个工作，基本上他们是很爱孩子的。我所接触到的保姆，大部分他们是因为爱孩子，所以才会去做这一份工作。好，那像昨天我也因为这个事件，昨天我就打电话问一位保姆，他就说，他无法想象一个保姆可以这样虐待一个孩子。好，那可见这个保姆他是不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些什么精神状况或压力、家庭变故什么之类，我们不知道。好，怎么一个人的人格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好，然后也听说他之前也收托过孩子嘛，那怎么这次这个孩子他可以这样虐待，让他无法想象。好，那基本上呢，像我们在受训保姆的时候，好，那包括像我们婴幼儿保育学系的学生，他们的基本上他们想要学这一行业，就是第一个他们是一个爱孩子的一个心，好，所以其实成为保姆的条件并没有很难。第一个，他就是对孩子是有爱心的，他喜欢孩子。那这个保姆他说，就是我昨天访问那位保姆，他说我常常把所有的孩子都当成他自己的孩子，然后让这个孩子呢，虽然跟我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呢，我看到他快乐的成长长大，甚至将来他读了大学以后，他还回来看我，他就觉得很棒。歹势，我要来请教一下，就是讲，恁在这学校内面所教的吼，乃至到讲伊要去考这个证照，对，这专业方面是拢什么专科？考什么科目啊？好啊。一般来讲呢，如果他是我们婴幼儿保育科系啦、护理相关科系毕业的，他就直接可以去考一个保姆证照。好，那透过国家的一个托育人员的丙级证照考试，取得那个保姆证照。另外再来就是，如果他不是这个科系的，他必须去受训呢，保姆的就是托育人员的专业训练126个小时。126点钟。7个学分，7的学分。那这个7个学分里面，也有儿童少年福利法、儿童的这个婴幼儿的发展啊，婴幼儿的健康照护啊，亲职教养啊，还有安全环境啊、卫生保健啊。这些课程一共呢7个学分，126个小时。他要考试，那通过合格以后，他拿到结业证书了，他才可以去考保姆技术的这个托育人员的技术证照。所以相信这出代志的这2个姊妹啊，因应该也是有相当程度有这嘛吼。但是这就大家组长讲的，无保证讲一定袂出代志啦。系啊。这我要请教吼，咱的时代力量的这董主席哦，阮如吼，主席发生这个代志吼，不管是政治面啊，或即摆大家开始讨论了，但是咱的纯粹对这个社会面吼，包括地方政府甲中央之间吼，譬如讲地方政府甲地方政府之间的这个联系，乃至到这个 NGO 团体。甲政府之间，我譬如讲，阮今仔日咧看，移民吼，因每个月才去看一摆，让家扶中心，我毋是讲家扶中心较好较赞，毋是这意思，是讲到底恁在总体来看，你感觉这上大出了问题是啥物？
其实头拄主持人有讲到，讲敢若有即个证照是有够还是无够？我想当然嘛是无够，所以想讲真侪社福团体想加好啊，因拢有家己的再训练的这个机制，啊，有是你摕到证照以后，你会晓照顾囡仔无？其实是无一定的，所以这个再训练其实最重要的。但是我嘛看到讲，即马看到大家拢伫检讨讲，即个社工有问题无？甲检讨讲，即个社福单位有问题无？我想一定有做无好，还是做无够的所在，我想应该是有。但是呢，政府的责任嘛爱看到，因为阮相关的这个法规里面有讲到，讲其实考到证照开始照顾囡仔的时阵，其实也是做访视，但是访视的内容是啥物？其实就刚刚讲是靠经验，啊无讲一个较明确讲，安怎看，安怎去检讨讲，到底是有照顾好，还是照顾无好？所以讲伫阮的条件内底，其实有讲到，第一摆上囡仔的时阵，一年爱去访视4摆，啊访视的内容是啥物？其实要定好清楚，我感觉较重要。啊，同时呢，我嘛看到讲相关的办法内底，其实嘛有讲到，毋是干那社福团体应该要去做访视，这主管机关嘛爱逐摆收囡仔的时阵嘛爱去看一摆。才知影讲，阮这个社福机关去照顾、去训练，是有训练好还是唔好？但是即马伫这个个案内底，到底有做这款代志无？有依照法规去访视无？其实阮是无讲足清楚的。所以，主席，你的意思是讲，即马现行的法令内面有规定爱安尼去？有规定讲爱上无爱几改。但是社福单位即马看起来资料看起来是有，但是阮的主管机关有伫30天内底去访视无？即马是无看到资料啦。阮是看到台北市政府是9月份有去甲看一摆，刷来12月本来按算搁要去看，讲因处理讲有人确诊。但是这是看到的是社福单位的方。无社福单位之外，台北市政府伊也有列出来，9月份看一摆，12月伊就互你一个理由啊。那像这种，伊互你一个理由，你佫袂使讲，我一定爱去看。那这可能在法令上应该佫较定较细腻、较幼稚。是。就是但一个 case 的发生吼，拢有足侪原因。比如讲，即摆代志人当层每一个结构其实都会使做较侪。比如讲，伊社福团体啊，佮有即个机构啊，佮有即个市政府，若无法度去看的时阵，都要有一些警觉性，是不是要近期赶快去再联络再去看，又或者是我嘛看到讲，其实伊的厝边嘛听到讲因那定伫好感足可怜呢，伊有感觉小可无对劲，感觉小可出啥物问题，但是伊嘛无去没有去报警，所以嘛无机会甲伊接到即个囡仔，所以想讲这大家所在其实拢会使做到更较好。另外一个阮想要特别讲的就是讲，即摆的访视是约时间阮去看，但是这个会使讲伊可以准备好，那再互你看。所以，阮是感觉说，这随机的采访、随机的去访视，还是讲不定时的访视，可能有伊的必要性。就是讲，普通时阵，这社工还是讲主管机关嘛，会使去看嘛呀，毋是讲干那约好的前提之下，再去甲伊做访视。如果若是要随机的吼，我来请教恁两位吼，可能有经验。若要随机的，咱的能力可能爱真充足哦。即摆现主时基层的社工。大家都咧讲我啦，这我先请教吼，这个咱的组长吼，在恁来看吼，除了这个访视的机卡以外，我所知的啦吼，这个出样的，这个伊叫做代出样，也未送去用市，佫一个算作临时的，伊一个月吼，这个年务讲，我若毋是欠这个钱，我才无咧来做这个代志，3万块。3万块内面吼，以台北市为例吼，台北市敢若有16000块，是86000块。其实14000块是儿童福利联名也家己出哦。变做讲你 NGO 团体，当然你可能大家现行人数吼，较关钱啦。钱项这项代志，在目前即摆看起来，应该嘛是一个真重要因素。在这内面作用吼，恁这内面若是要出样啊，创啥？恁拢安怎铺排这个钱项的代志？组长。好，我会当分享一个，不过我先解说一下，就是阮食的服务其实是
一般的迄个居家托育的迄个上团，就是保姆的收托，交这收出养前的安置照顾，迄是无共款的。嘿，对对对。啊，主持人想要讨论的是讲钱敢有够对唔对？钱对于迄个着钱对伊的比如讲我迄个3万块，啊我若留珠仔咧，留珠仔是价伫这3万块内面嘛，啊食的物件咧，啊若看病咧，我先解释一下，就是我无法度判断讲这3万块够还是无够。啊，毋过吼，我会当肯定一件代志，就是讲，不管是国内的研究，还是国外的经验，拢甲咱讲，咱最近拢足重视这照顾品质的问题嘛，对毋对？这所有的研究甲经验，拢讲一件代志，就是劳动条件会直接影响伊的照顾的品质。啊，劳动条件就包含啥？伊的工作时间，伊的钱有偌济。嘿，啊，我讲保姆来讲好了，居家托育人员伊的薪水要安怎算？每一个限期基本上伊拢有定迄个收退费基准，就是讲你囡仔送去，你比如讲我伫台北市，我的囡仔送互保姆照顾。家长去网络看迄个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的网站，差不多啦。伊就是毋是差不多尔，伊有政府有明确的讲，你若送保姆10点钟偌济钱，干那会当收偌济钱，若收超过就是违法的。嘿，啊，伊的保姆的收费，主持人在好奇讲，迄敢有包括迄个奶粉、尿布有无？对不对？其实保姆的费用有分这几种，一个是月费、托育费用，一个就是伊的副食品。你若有伫保姆引导食物件，你就会使收副食品。啊，刷落来就是延托的费用，譬如讲我甲你讲好10点钟，啊，毋过我今仔可能因为加班，我延长托育，我就爱付迄个加班费的概念。啊，基本上保姆甲家长的合作，常态来讲，奶粉、尿布加的，可能保姆会甲家长讲好，是你提供，还是我买？啊，若有买，可能我较常听到的是家长家己准备啦，啊若无啊，保姆就甲家长讲，家长就家己提供。这有陈老师说讲者。就那个组长讲的对，其实那个奶粉啊、副食品啊、尿布啊，都是家长出的，可以委托保姆买，然后用收据请他拿。但是就我知道，就阮家用家庭，这囡仔透过政府因为他原生家庭就没出来啊，到阮兜来，可是伊的安置委托费全部是政府出的。好，我的机构我是不用去付那个钱。比如说，这个每个县市政府的委托安置费的这个不太一样，好像直辖市、台北市就特别多，大概3万多块。那其他的一般的就是打2万6、2万7，不一定看县市政府他们怎么编。那这笔钱是完全是给我的寄养家庭去照顾这个孩子，那当然吃喝拉撒全部包括在里面，包在里面，全就是尿布啊、奶粉啊，或是我的孩子比较大去上才艺班啊，保姆寄养妈妈那个就全部在那个寄养费里面。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学费是公部门学费啦，或者是健保费，这个在县市政府会帮我们负责。那另外，它有一笔行政服务费，就是给我机构，我社工要去做。你嘛爱去访视啊，对，就跟你刚刚说，他3万多块，然后补助1万多，然后机构负责1万多，我们机构我解读不太一样。那我在想，那个会不会是因为保姆托育有所谓的政府的托育津贴？伊迄3万块是安尼，伊其实钱是拨去吼，这个家庭原生家庭。这个原生家庭，咱来看，他多伊甲年母甲这个男童的家属签约，提供出养进前的专职托育服务。这个钱是对因这个家属落地提出来，但是这个钱是啥？这政府甲补助的。所以伊是过一手啊，提这个互这个保姆。啊，另外佫欠只有15000块、14000块，这啥？儿童福利联盟来出的。变做安尼，伊这只是暂时在出养进前的专职托育服务。即阮头上节目之前，我就去问过，所以我们才好奇讲，这若是这有讲有春车无？啊，是毋是因为钱项吼？啊，心情歹，还是安怎？还是讲特别讲，这囡仔有诶，咱也是特别讲，咱家己有囡仔，但是咱诶囡仔嘛真搞怪，吼，啊，嘛歹饲养，吼，啊，若是较袂春车诶。嘛是甲养啊，嘛是安怎啊？吼，这咱也特别讲种每一个囡仔、每一个个案拢无共款，咱也无要批评讲这内面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主要
我想要了解的是讲，这个无血缘的儿少收养的流程哦，我要请教到这个主席吼，咱来看。儿童及以及少年吼福利及权益保障方法啊，这个保障法内面规范哦，透过主管机关哦许可及收出养吼媒合服务机构来办理吼，有收养的出养的吼，收养甲出养的吼，其实这真有呢，哦，这个流程真有呢，但是就是鸭问密密，鸭卵密密嘛有芳啦。你搁安那上课、会谈、家访、调查，尤其这个 case 吼，讲财产上亿咧，吼，讲两栋厝啊，啊嘛依照啊开过这个幼稚园啊，吼，啊嘛真有经验啊，啊他会知影讲会发生这样代志，所以啊，不管是国外的立法也好，还是讲现主时，咱要安怎来，譬如讲这个卫福部讲要开会。啊，叫大家专家来看，到底恁在看讲，什么物件是必须爱在这个时阵先来报起来？除了儿童福利联盟，你袂当过来收养以外，他主要讲到几个吼，一个就是保姆的品质要安怎把关，包括刚才讲这个访视的频率，还是讲访视的内容安怎去看。义务的品质是品质最重要的，啊，佮有讲是毋是爱随机的，有的时阵随机去看一下，啊，佮较大囡仔其实伊家己会讲出来，大人会相信无？因为之前嘛发生过，囡仔讲出来，但是学校老师无相信的代志，所以即个囡仔嘛走，安即嘛就互人大家就心疼，所以这是阮伫看到那规个过程当中最重要一个，就是保姆的品质安怎去把关。啊，第二就是讲，像即个案件当中吼，阮看到是伊本来伊的阿嬷，敢若是讲伊。甲这本来伊的保姆是配合就好，但是阿嬷无钱又可继续出，所以伊想要甲囡仔取用。吼啊，真正安尼情形当中，阮有看到讲，敢有一个可能是吼原来的这个家庭，或者这个阿嬷有一个支持讲，会使继续用，会继续饲这个囡仔，对。这嘛是一个可能，但是都是伫这个过程当中，伫评估讲是应该取用，还是爱来继续伫家己来饲。这个过程当中发生这个代志嘛，所以阮感觉讲，如何让原来的这个家庭会使继续饲囡仔？其实若是讲是上好的结果，嘛是上好的方式。政府应该嘛有责任来到3工，互伊会使继续饲囡仔。啊，佮有讲，因若取用的过程当中，本来迄个保姆敢若嘛想要来协助，但是迄个保姆是听讲是单亲家庭，无法度遐顺利来做收养。阮看到资料是安尼啦，但是毋知是事实也无啦吼。所以嘛，真侪条件去限制吼。是可能有这个限制，啊个或者是这个评估的过程会比较久，所以让他先到现在这个保姆来协助处理。所以像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互伊较有可能嘛？较侪选择的，毋是讲干那一个选择尔。这是我感觉讲，在规个过程当中会开始思考的。他主要主席你有讲到，讲伊本对阿嬷这原生家庭吼，本来是因为就讲散家无法度去饲，但是咱咧来甲评估嘛是爱有一个团队去甲评估。是。啊，这个评估的单位应该是政府的角色，还是 NGO 的角色，还是讲无喏？这就要三角做伙斗阵来看，这应该是按照法律上安怎铺排呢？基本当然是卡伫 NGO 内底啦去做这个评估，但是 NGO 今仔日就讲啊，拢无啦，你袂使拢插互我。是，所以我感觉政府安怎去辅导这个 NGO， 还是讲政府有啥物较明确条件起来做限制，或者是进前这个保姆，还是讲这个家庭的总控社会局应该嘛爱就清楚，才有办法共同来做判断。哇，这看起来工课真济咧，来所长，你若想到吼，啊，如果评估，如果若照这个 case 来看，迄阵时阿嬷。咱就爱去甲看，啊，毋若是恁看就做准啊。你嘛爱社会局，吼，啥物社会局应该是啥物科诶科长上无嘛爱科长级诶爱来看嘛，啊嘛爱心理专家吧，啊像教授这嘛爱来看，啊一个饲了来看讲，袂使呢。你遮吼阿嬷你这袂晓饲吼，你脚踏车打在你诶骹你拢无感觉吼，你袂使哦，吼安怎上好，阮啊甲你这偌侪人啊！这即摆到底咱即摆基层的这人力的分布是安怎？我头下看到咱的出样吼，我提一个这个资料，大家看。这吼，我刚刚看到这出样的这个代志吼，敢若是吼
儿童以及少年受出养的媒合服务解放吼，中华民国110年112年呐1月至6月，533个啦，吼，前期延续服务的新增加136个啦，吼，所以呢，这还有你看偌复杂啦，先共同生活、渐进式，吼，来好渐进式接触，或者是申请到法院来认可，这过程其实是真复杂啊。吼，这毋那是你比如讲 NGO 团体会当独立来完成的嘛？吼，我相信这本地就有咧发生，但是这个评估的过程当中，你看，佫有出样，佫去到外国的，吼，美国、澳洲、荷兰、加拿大、意大利、瑞典、Denmark、芬兰、挪威安尼，也有这种，尤其咱就注意看吼，这也有新兴疆界的。吼，也有特殊背景的，也有迄19个，吼，这其实要考虑的因素真多。即我还是问一句吼，咱基层的这个社工的人员流动性，你在恁单位就好啦，其他咱就莫讲。好，其实这迄个咱今仔讨论的议题有迄个收出养的流程，佮有一般保姆的收托嘛。我较知影的经验，是伫迄个一般保姆的收托家啦，所以我会当用阮伫辅导保姆的经验来甲大家分享。其实即摆访视保姆的社工，也是讲工作人员，其实流动率拢算真悬。我感觉大家咧讲社工的时阵其实我坦白爱讲一句，其实做遮的工课，你爱去访视，去保姆家去保姆引导访视遮的工课，其实真正无简单。伊的量吼，咱即摆政府的要求，我拄则讲啊，基本上保姆一档会访迄个保姆访视员爱去引导2摆甲上无4摆，这是楼地板的对啊。伊去引导看了后，转来搁爱写报告，而且除了报告，社会局也是讲中央政府遐，逐个月可能搁有一寡报表爱填，所以其实。咱一般来讲，遮的工作人员呢，咱常常讲的就是 overloading 啦，因着常常就是工作量爆表啦。所以其实遮的工作人员的流动率，讲真实的，真正无低，真悬。再来就是因的薪水敢有好，因为阮即摆迄个保姆访视员的薪水啊，讲真实的，因为遮的工作人员，因会当去幼儿园工作，因嘛会使去做社工，拢会使。遮两边的社工的薪水，一般外口社工的薪水，以及迄个幼儿园那边的薪水，其实拢比阮的保姆访视员搁较悬。起薪拢比阮的保姆访视员搁较悬，所以这是一个阮一直咧讲就危险的代志。一定影响迄边老啊。系啊，拢因的经验伫遮住2-3冬，好不容易养成那个敏感度啊，因就去别个所在工课啊，因为因遐搁有搁较好的薪水，所以阮的访视专业真正有专业，毋过遮的专业就是无法度留落来。嘿，所以我嘛一直伫甲政府讲，你若要真正去 keep 住遮的保姆的迄个托育的品质，你一定爱甲遮的有才调、看出门道的遮的访视人员甲留落来。要安怎留落来？一定就是爱有较好的薪水。嘿，咱拄则讲啊，若是讲咱想要逐个月去访视，其实国外嘛有遮的经验，像澳洲、纽西兰，因拢是逐个月就爱去迄个保姆引导访视，毋过人的迄个访视比是偌济，你敢知？澳洲的访视比一个工作人员负责20个家庭尔，咱台湾呢，纽西兰我先讲了，纽西兰一个工作人员负责60个囡仔，因是看囡仔。台湾的经验是啥物？台湾一个访视人员，伊爱负责60个保姆，60个保姆，我保守估计，一个保姆照顾2个囡仔就好啊，一个访视人员爱顾120个囡仔。纽西兰是60个，因会当逐个月去。我可能填报表，我填我头摆。对啊，所以你的咱其实这几天新闻有咧讲，我连恁名囡仔的名我都搞不清楚。对，政府这几天拢咧讲，咱的迄个补救措施是啥物？爱增加访视频率。其实我嘛爱讲一句较歹听的，你增加你甲这个迄个数量增加，敢有法度真正互咱的访视的品质增加？我感觉你若无。你如果没有同步的，你若无同步的增加人力，你若无补人100，咱的访视人员，伊本地可能我即摆一当去2届，我大概会当引导看差不多1点钟好啊。你今仔若要互我
变做是一档去6届，啊你无加我加人，我共款一工工作8点钟嘛。我可能后摆去，我就是去这个保姆引导，我敢若会当停留差不多20点钟、半点钟，迄会当看到啥物？20分钟啊，就好来走。系啊，20分钟会当看到啥物？无法度啊，伊爱看的面向很多，所以我伫咧感觉。增加访视频率、数量，咱一定爱顾无唔对。唔过政府刚有看到伊的配套，你的人爱增加，啊无你的工作量就爱减少，啊无你如果只是增加访视频率，那对我来说，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嘿，敢若是形式上嘿，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我实在是无希望讲咱的讨论变做鸡生卵啊，卵生鸡啦，就变做讲啊。但是我的好奇是安尼呢，其实咱有真济的即个儿童福祉机构。伊有慈善不少我毋是讲在做安怎就是讲嘛有社会真善心的人士，但是安怎在社工这个站处，伊薪水就有袂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处长你感觉？我先回忆刚才这个组长讲，他们一个社工60个个案这个是有惊人呐，真吓死了。其实。在我们的社工是没办法做到，我们大概一个社工，当然就看你说有分低度危机、中度危机、高度危机。那一般般的，比如经济困难的家庭是外个案，我们是4个月一房，比如是都发救助金啊、急难救助金或是奖学金，那有事情就会来老师问老师什么事情，会来拿一些物资。那平常这4个月一房。那如果对这种特殊的孩子，比如说他带来到我们寄养家庭，或是他被通报儿童虐待，我们就刚开始1个月要2房，2个月后就是1个月1房，然后每次就是有机会跟孩子单独会面啊。如果是在寄养家庭，其实我们一个社工大概18到22个个案，嘛是真惊人啊！就是已经很多了，因为。他是做这种比较高风险的案子，案子随时都有状况，他随时都要天亮都要等着孩子有什么问题，他随时要紧急救援，所以对我们讲工作量就很高。那其实现在年轻人不是现在社工其实不爱做社工，会留在这个岗位上做社工，都是也有一份热情跟原来的初衷。所以就你认为那提高薪水是无法度？就是薪水低、工课多、压力风险高，很多爸爸妈妈无爱囡仔做社工，有的人社工毕业了无爱做社工，薪水是永远就是这个，有人做保险拢做较济，其实不太容易留住社工。那留落来都是有热情，都有爱，然后对自己有使命跟他的初衷，会坚持在这个地方。那像我们看到昨天那个画面从警察局出来，下岗扣上手铐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下岗来讲是很大的打击。然后讲起全国社工的创伤日，其实我自己也看到3月份那个是下岗月呢。其实我自己很难过，因为我自己是社工，然后你说这个人。这个孩子一直在做帮助人的工作，这2只手却是被铐上手铐，我其实很难过的啦。但对很多社工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觉得这个时候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我想这个社工应该也有很大的创伤。对他可能对他，因为他本来也是高学历台大法律系，因为爱助人这个工作，选择社工系。是。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当然我们在探讨这类事件医国练国，我干嘛大家还是要对社工这个工作多给我们一些支持。我会寄望讲咱这摆讨论，包括小安主席也在讲到底这个薪水的结果，加上法令的支持会安怎？老师你先来。我觉得我不从经济面来看啦我觉得社工要做的事情非常多。那这个社工呢，他如果自己连照顾孩子的经验也没有，也就是说，等于他整个我们保姆训练的这些专业他也没有，但是他却要去督导那个保姆，你觉得他的专业度够吗？所以我觉得社工如果他的寄养家庭的这个部分是这种比较小的小孩或者是儿少的这种照顾，那这个社工的确他对于保姆的这一块。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让他来受训就是说社工其实他也可以分类分工，年龄层可以分，譬如说0到3岁的
3到6岁的，然后或者是在小学以上的，哎呀，社工全通包啊，全部都交给他，管他年龄层多大。是，因即摆人都无够呢，完全都无够。但我觉得就是只说，是不是我们政府可以做这一块，让社工也可以分类的，这样子的话，他的访视会比较专业。我感觉这建议真好。另外还有，我刚刚还要建议一个，就是说，那如果没办法这样的话，是不是譬如说当初这个儿福联盟他在介绍这个保姆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透过居家托育服务中心来这个转介专业的保姆，而不是他自己去找到说，哦，你有带过孩子，你有保姆证照，你有收托过的，啊，就是寄养的条件上他们就有了，好，那他就没有透过呢，譬如说我们县市政府的居家托育中心嘛，因为我们居家托育中心的话，你要收托，我们一定会有刚刚那个对访视员，他会到你的居家先去看环境，啊，他检核呢40项环境，对，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是刚收托的时候是密集的访视，而且他会不预警的访视哦，嘿，他会不预警访视，然后就去你家里，所以其实如果他们当初在媒介这个保姆的时候，是透过我们县市政府的居家托育服务中心的话，他就会有访视员进去，这样等于就是双管齐下，挂保证的。对哦，又有社工好，然后又有我们保姆的这个专业的访视员，是不是就可以多看一些问题出现呢？可以早一点发现呢？这我要请教就主席吼，这是不是咱人民的纳税钱就要留较悬？还是讲不用，咱其实就现有的机制来加强补强就会使。我是认为讲社工能不能留下来有经验，继续伫遮做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啊，当然钱是其中一个因素，然后社工的薪水确实是较低，吼啊，我感觉这是政府应该来协力的所在。但是钱不是一个唯一一个要改变的所在，因为劳动环境。压力足大的，啊，个时间足长的。比如说你是一个社工呐，半暝发生什么代志，你袂使讲，即摆不是我的上班时间，我无处理嘛。所以社工这。我熟悉的社工其实每一个都非常有爱心，而且很愿意服务。但是这样子的专业的工作不能只单靠爱心，所以我觉得钱的确很重要。但第二个是，我们的政府还有大概每一个人是不是能够重视社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说，刚才提到处长有提到说，这个社工被铐上手铐，对于社工的冲击真的是非常的大，因为他们靠爱心，然后靠热情来投入工作。但第一个是薪水相对比较少，第二个是相对来说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如何让大家更愿意投入，其实就会有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工作条件不好，我们又很容易被究责，我又很容易很多没有办法把握的事情当中，会看到如果都压在社工身上，觉得是他的责任的话，其实会让大家不愿意投入。我也想提供一个数据，是我们的社会安全网里面的社工，也薪水是较高、较悬呢。但是即使是这样，较悬呢，比一般来讲是较悬呢。但是即使是这样，社会安全网里面希望能够补足的社工，到现在都还没有补齐，个吹无够。好，所以刚刚讲，对，所以压力其实是非常大，未补足。就是小问一下，薪水超几元到几元之间？3.7万左右吧，然后377。较悬一关，我基本上社安网里面它有一个危险加急，对，好像4000块，那个就4000块加上去可能有4万，就优于我们。我印象中是4万左右，就是楼地板是4万左右，优于你们很多，优于一般的社工，一般社服团体8.6，对，比一般的社工其实高很多。我不是挑工一直在讲钱的代志，我认为讲这个代志是咱要安怎如何来看待着咱的 NGO 团体，咱就讲这伊就是真正需要把这个薪水提悬，但是咱袂当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对待伊讲，你就要加趁钱，伊都不是咧趁钱的物件嘛，所以这想出这个钱，政府要出这个钱，那政府到底对这项代志的钱项到底有够无够？我相信他主席讲的啊，高风险的保迄个月金4000块哦。
危险加剧。但是还是没有人，还是缺其实已人缺很大经。政府有在补了，但是还是没有，就是应征还不够，就是补的还不够。原因就是在于整个劳动条件是就辛啊，苦。佫塌起来啊！是，我唔知种塌起来有啊无啦吼，但伊无得较陈教授也讲讲，这毋是钱项的代志，这应该是职业尊严。他都主席也讲。是毋是？比如讲，就恁两位上下尾时间，你来讲，你下岗的职业尊严安怎建立？然后来讲，造服务员，现在叫造服务员，袂使讲个居家服务员安怎？哎，你讲。我感觉就是讲，其实就像我拄则讲的，阮的访视人员啊，因真正，譬如讲，伊若伫即个行业待了2、3年，其实伊比任何人，甚至比政府的工作人员，比政府的承办搁较高。伊知影，因为伊这功夫真正是伫伊的身躯顶，所以我是感觉规个制度为咱上悬的中央政府到基层的迄个地方的政府，其实拢爱尊重甲重视咱的工作人员的专业啦。若有啥物制度上的问题，其实真正爱聆听因的声音啦。来，处长来上面前。我想，社工这是一个社会一定要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透过这个事件，我觉得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社工一些力量支持，然后看见社工的价值，这些人才愿意继续在家里。